我哋最常用嘅基督徒個字啊，係嘛？一般人最常用，真係好常用。但係你算出係基督徒，或者信徒或者都幾常用嘅，聖徒就少啲啊，門徒都少，都冇基督徒咁多，真係。呢個使徒就更加少啦，唔使講啦。咁到底我哋係咩徒咧？嗱，深刻喺聖經裏頭咧，我喺和合本咧就睇到基督徒咧大概有5次出現。和合本到4次，我哋寫住4次。使徒行傳11章、26章出現2次，彼得前書4章。信徒咧就5次係。使徒行傳10章、15章。加拉太書6章，提摩太前書4章，4章又出現2次，所以咧門徒咧就5次，聖徒都有好幾十次。信徒我頭先講，信徒出現5次，你話即係我而家真係痴呆啦。門徒出現得最多，幾百次，我都冇辦法數幾百次。係2、300次。咁耶穌亦都清楚話：你使萬民作我的門徒。耶穌又話你唔背十字架，不配作我的門徒。成日都講門徒，所以我哋係基督徒、信徒，但係我哋要做門徒。門徒係信徒再進一步門徒。門徒啊跟師傅啊嘛，乜嘢都要學足啊嘛。咁先係門徒啊嘛，如果唔係就唔係門徒啦，所以信徒嘛。但係聖徒咧就所有人都係，使徒唔使講啦，12使徒呢個我哋好知道係神特別差派、特別點名嘅。聖徒咧好奇怪嘅，所有人都要成為聖徒。咁到底咩叫做聖徒咧？我查過幾處聖經咧，就好有意思嘅。呢個聖徒咧，第一咧，我哋係蒙召作聖徒，即係蒙召，即係被分別出嚟嘅，召出來。聖經話哥林多前書佢話，在基督耶穌裏成聖，蒙召作聖徒的，蒙召作聖徒。然之後腓立比書1章話，在基督耶穌裏的眾聖徒，在基督耶穌裏係聖徒。然之後喺神家裏呢個以弗所書2章佢話，你們不再作外人和旅客，唔係啦，你們係聖徒嘅國，與聖徒同國，是神家裏的人。聖徒係神家裏的人。好，聖徒你哋有冇諗到？原來聖徒喺舊約就講咗，我都覺得好詫異。有一朝早讀經嘅時候讀到，申命記33章第3節，佢話他統愛百姓，眾聖徒都在他手中，稱為聖徒。然之後咧，他們坐在他的腳下，領受他的言語。哇！舊約聖經唔單止講聖徒，並且 define 咗咩叫做聖徒。聖徒係坐在他的腳下，瑪利亞都係坐在他的腳下。耶穌稱讚佢啦嚇。咁即係坐在他的腳下，到底係咩嘢咧？當然係一個第一就謙卑啦，坐在人腳下啦，係嘛？然之後咧，聽佢講嘢，安靜喺佢面前。佢就領受他言語，所以我哋係蒙召要領受他的言語。呢個領受他言語，呢個係佢哋嘅聖徒。門徒耶穌付代價，我哋都講咗啦，的確係付代價，仲要跟隨，與世界又要有分別嘅。因為約翰福音15章講，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，即係從世界中揀出嚟。然之後路加福音14章講，
你們無論什麼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作我的門徒。而門徒要犧牲好多嘢喎，撇下一切所有。然之後當然馬太福音我哋好熟啦，奉聖父聖子的名去叫眾人作我的門徒。然之後凡我所吩咐你要教佢哋遵守。門徒唔單止要被教，仲要遵守。呢一群人喺哥林多前書講，在基督裏成聖，蒙召作聖徒，係被召出嚟。哇！所以我哋做門徒係我哋要，我哋今日侍奉，我哋今日歌唱，因為我哋門徒。所以我今日好簡單，就幾個圖都擺晒出嚟。然之後我哋要認識，我哋係要做門徒。固然我哋要成聖，與眾分別出嚟，成為聖徒，呢個係一件事。呢個係所有嘅基督徒，所有嘅信徒，包括使徒，都要成為聖徒。呢個一定嘅。但係當我哋喺地上嘅時候，我哋要做門徒。門徒係要付代價嘅，即係等於我哋如果唔付代價，我哋點可以練好我哋嘅詩歌？喺9月用詩歌嚟敬拜神，冇可能。所以我哋好清楚呢樣嘢。所以我今日唔好多講，好多時候搞唔掂，我哋要唱嘅歌到此為止。我就提聖經5個圖，我哋最嘅重點，今生喺呢個地上做嘅係門徒。你成日記住做門徒。乜嘢都要跟耶穌，乜嘢都要順服佢，乜嘢都要學佢，效法佢，似佢，活出佢嘅樣式，係咁多。OK。